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11月8日，公元2018年12月15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在孟买展开访问行程。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商人要做到公平、慈悲与利他。司政洛萨松格感谢美国国会两院一致通过入藏互换法案。全球各国藏人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9周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本周三，12月12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孟买出席了主题为“佛教中的慈悲”国际研讨会。尊者在致辞时宣布，国际和国家层面的世俗伦理会议即将举行。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讲话时谈到世俗伦理的重要性，并表示人们可以通过教育，而不仅仅通过宗教来实现慈悲和利他等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尊者还重申了古印度智慧的重要性，并指出印度传统世俗伦理的宗旨不仅要尊重宗教信仰者，也要尊重那些不信仰宗教的人们。此外，本周四12月13号，达赖喇嘛尊者应孟买古鲁纳纳克艺术科学与商业学院的邀请，在该校以普世责任与慈悲为主题发表了演讲。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演讲时强调，古印度珍贵的文化不仅告诉我们如何解决当今世界的情绪问题，还在提升人类心灵发展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因此，印度在古代智慧与现代教育相结合方面为世界做出贡献。另外，本周一12月10号当天，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应印度经济时报的邀请，出席了在新德里喜来登饭店会展大厅举办的印度商业领袖聚会，并向100多名与会商界领袖发表了演讲。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讲话时强调，商人经商的目的并非是图利，同时要做到公平、慈悲与利他。尊者表示，在印度这一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商业活动对经济的增长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商人也应该在经商过程中培养对他人的关怀。尊者还强调，经商不能只注重利益而不顾他人生死。如果商人在经商时做到公平与慈悲，相信生意也会做得广大。印度的商人如果能够将古印度智慧中的非暴力与慈悲等价值观融入到商业中，那么就可以创建美好的社会，并且为世界树立榜样。此外，12月7号，达赖喇嘛尊者应德里圣斯蒂芬学院的邀请，出席了该院的创始人纪念活动，并发表了讲话。达赖喇嘛尊者在致辞时表示，在20世纪，人类使用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我们必须摆脱20世纪的格局，使21世纪成为和平与慈悲的时代。21世纪的年轻一代应该培养慈悲与利他的价值观，以利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众生。另外，12月8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西里堡大礼堂受邀参加为纪念已故印度著名作家尤瓦吉·克里山而举办的讲座。尊者在讲座上向包括克里山家人以及印度最高法院法官希里克、查莫克什米尔邦前行政长官沃拉等在内的350多位嘉宾发表了演讲。尊者在演讲中介绍了西藏与印度在语言、文化、宗教和历史间的关联。尊者强调，在印度的帮助下，藏人创建了成功的流亡社区，保存了源自印度那兰陀传承的佛法。另外，美国国会参议院于本周二12月11日一致通过了入藏互惠法案。这是一项由美国两党向国会提交的法案，要求中国放宽美国人进入西藏的权利与自由，否则美国将根据法律进行同样的限制。这一法案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将正式成为法律。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对入藏互惠法案进行审议，并在众议院的正式通过后，12月11日，该法案最终在参议院获得了通过。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闻讯后感谢美国国会通过这项重要法案，并还感谢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促进众议院和参议院成功通过该法案方面发挥的作用。入藏互惠法案于2014年由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吉姆·麦克文以及共和党议员兰迪·沃尔戈兰向众议院提交。该法案要求美国官员、媒体记者及民众能够享有进入西藏的权利与自由，否则那些涉及阻挠美国外交官员、媒体记者与游客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也将被禁止进入美国。在历时近4年后，今年7月25号，该法案在美国国会众院司法委员会获得通过。随后，与美国国会众议院于今年9月25号就该法案召开讨论会，并一致通过了入藏互惠法案。12月11日，美国参议院对这项法案进行讨论后，最终获得了通过。该法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将正式成为法律。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当天，流亡世界各国的藏人在各自所在国隆重庆祝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9周年纪念日。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乘法院举行官方庆祝活动，隆重庆祝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9周年纪念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求乃、特邀嘉宾南非刚果人权小组主席安德烈·帕帕斯、印度议会联邦院议员普拉迪普·丹塔以及各部门部长及公务员、达兰萨拉僧俗民众等出席了庆祝活动。首席嘉宾印度议会联邦院议员普拉迪普·丹塔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天的世界遭受暴力、宗教冲突和战争的威胁时，达赖喇嘛尊者倡导的和平与非暴力的理念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随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求乃相续在庆典上宣读了在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9周年庆祝会上的声明，共同赞扬达赖喇嘛尊者为世界和平以及西藏境内的人权做出的贡献。此外，特邀嘉宾南非刚果人权小组主席安德烈·帕帕斯先生在发表演讲时，对西藏人民表达了同情和声援。此外，当天在印度各地的藏人社区纷纷以各种形式进行了庆祝，而比利时和瑞士等国的藏人提前庆祝了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9周年。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